大家好，繼續由黃子瑩同大家一齊睇天氣。咁由衛星雲圖可以見得到，颱風天平嘅外圍雲帶係逐漸覆蓋香港。我哋再睇近啲，睇睇250公里範圍內嘅情況。咁雷達圖上面有一啲黃黃綠綠嘅雨區，咁佢就係天平嘅螺旋雨帶。咁預料本港晚間會有幾陣狂風驟雨。咁今日下晝香港普遍都係又熱又乾燥，天文台錄到最高有33.4度。咁11點嘅氣溫係30.3度。1號熱帶氣旋警告現正生效，跟住急聽先生。預料聽朝早天平會喺本港東南面大約300公里附近掠過，咁但係之後會轉向，甚至再次吹襲台灣。咁雖然對我哋嘅威脅係會減少，咁但係要注意海面有湧浪。咁預料聽日部分時間係天色明朗，最高會升至32度。而天平嘅外圍下沉氣流又會令到隨後一兩日天晴酷熱。咁跟住係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澳門有驟雨，廣州多雲，廈門落驟雨，高雄同台北有雨，上海有驟雨，北京、瀋陽同首爾都係冇乜陽光。日本方面繼續好熱，大阪最高35度，巴厘島有驟雨，雅加達明朗，新加坡吉隆坡同曼谷都係雷暴。再去歐洲，倫敦有雨，法蘭克福落驟雨。今晚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